甚願你更加將呢個感動透過我哋帶翻俾我哋自己嘅群體，我哋屬靈嘅家，我哋嘅教會，越眾教會興起，成為呢個城市嘅守望者，一同就去成為呢啲嘅城牆，俾神你去重新嘅建立。我哋昔日點樣破碎，但係今日喺你面前要再嚟興起，去發光，去成為一個破口當中重新修補嗰啲嘅地方，就去成為城牆。主啊，求你俾我哋喺你面前去呼喊，若你使用嘅時候，我哋就成為嗰個嘅見證者。但係親自動工嘅，真正動工、親自動工嘅都係聖靈，求你去喺我哋嘅裏邊，今日當我哋咁樣如此禱告、如此呼求嘅時候，讓我哋同心合意、竭力保守，係聖靈你嘅同在、你嘅帶領、你嘅更新。耶穌，我哋弟兄姊妹對你嚟講，你個聖殿喺邊度咧？喺我哋平時所聚會嘅教會，定係我哋兩三個人聚埋一齊嘅地方嗰個係聖殿啊？頭先大家咧，我哋進到呢個城市入邊，去到嗰啲橫街窄巷，揾嗰啲咧有需要嘅人，嗰啲清潔工，嗰啲係露宿者，嗰啲係街坊，我哋去關心佢哋，我哋去聽佢哋嘅需要，甚至我哋都將我哋僅有嘅手頭上嘅物資去同佢分享。弟兄姊妹，你期望你願意將我哋呢座城市交翻俾我哋嘅神啊？你希望再次讓神嘅寶座坐喺呢個香港嘅其中，成為翻呢個香港嘅主嗎？弟兄姊妹，我同你分享，其實呢個香港都正就係嗰個神嘅殿，香港都係神嘅聖殿。弟兄姊妹，你願意去守望呢座城市嗎？你願意成為其中一位建立協助當中嗰啲有需要嘅人，甚至去愛當中嗰啲嘅人嘅嗰位願意者嗎？弟兄姊妹，我唔知你點諗，但係我希望邀請你一陣間我喺敬拜入邊咧，先重新咧對準我哋嘅神，去讚美我哋嘅主，先再回想呢個問題。我哋係敬拜，個 mouse 可以碌上嚟。各位，我哋咧可以將我哋凳咧轉過嚟，我哋咧好輕鬆、好自由嘅一場敬拜。如果太埋開後啲都得，係啦。更要渴想。
之處大有榮耀，認識你的知識充滿遍地，像水遮蓋大海，掀起我心，更要渴想你。我還活時要稱頌你，因你令我出埃及地。我要紀念主的約，因你是信實，你是耶和華以勒。我還活時，我還活時要稱頌你，因你令我出埃及地。我要紀念主的約，因你是信實，你是耶和華以勒。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唯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但被擄的人歸回錫安在聖所中，如此瞻仰你榮耀。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唯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在聖所中，如此瞻仰你榮耀。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唯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在聖所中，如此瞻仰你榮耀。到那天我們就像造夢的人聚集驚奇，神為我們行了大事。你的救恩不言辭地在我們中間，我們中間作奇妙測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嘅需要，甚至係更深入係有屬靈嘅需要。係啊，佢哋睇唔到自己咧被造原來係美好。我哋好藉呢個好短嘅時間，我哋就將佢哋交託，亦都將你剛才若果咧聖靈感動你嘅話，你就將呢份感動交託喺主嘅手中。必然係將呢啲嘅被擄嘅人咧，會帶翻去佢嘅田裏。因為主咧話佢嘅田咧要被稱為萬國禱告嘅田，係咧要將呢啲嘅被擄嘅人係收喺佢當中，主係要保護佢哋。當我哋唱呢首詩歌嘅時候，我哋信呢個説話。我哋能夠用信心去宣告嗎？定還是我哋咧係睇到而家呢個黑暗嘅環境，或者我哋喺我哋嘅艱難裏面，我哋喺我哋自己嘅被擄嘅狀態當中，我哋嘅光景裏面，我哋都睇環境，我哋都唔能夠勇敢咁去宣告。當我哋再唱呢首詩歌嘅時候，我哋咧再一次懷住嘅信心去宣告，主啊，必然咧要將呢啲被擄嘅人帶翻去。
城市嘅裏面，我哋遊走喺街角，遊走喺社區唔同嘅空間，我哋都喺度揾緊神啊！你喺邊度啊？你喺我哋城市嘅邊度啊？香港唔係你嘅殿咩？我哋嘅城市唔係你嘅聖殿咩？當我哋去揾呢啲嘅空間嘅時候，我哋有冇翻到去自己嘅裏面呢？我哋好想呢個城市咧成為神嘅居所，但係喺呢樣嘢之先，係咪應該讓我哋自己嘅心都先成為神嘅居所？我哋去揾呢個城市嘅空間嘅時候，弟兄姊妹啊，你個心裏面有冇神啊？你留咗幾多空間俾佢？再一次嘆息，再一次孤寂，再一次哭過、傷過，彼此苦更痛楚，偏差卻太多，從未知為何，無盡處只被隔絕。身體呢度係有患病，或者係工作嘅前，或者係令裏面係貧乏。我哋咧都逐漸咧喺呢個世界去走嘅時候，係忘記咗自己嘅初心。忘記咗咧，我哋原係咧聖潔嘅國度，我哋忘記咗我哋原是咧係被揀選嘅種。主啊，好唔好咧？我哋再一次藉住咧，我哋去敬拜你，我哋再一次嚟到你面前，我哋咧藉住呢個時間，我哋再一次咧去，我哋一去唱詩歌嘅時候，我哋一路咧去回想我哋嘅信仰嘅初心係點樣。我哋再一次咧去將呢啲嘅重擔去交俾神。
只想答謝你的愛。我越是走下去，確實大點疑慮，信心不夠，求主你憐憫保守，讓我每天發現你新鮮的愛。清早也是新的，願我對你學想都是新的，進到聖所，獻上愛我，你永永遠遠也是最好，跳進心海。恩典深海，尋回起初愛你的心跳聲，獻上呼吸，因你而活。你昔日今日永遠陪伴，深愛着我。記得當天的我，小子中最少一個，願意學習謙卑信靠，願意學習溫柔忍耐，因我相信你好到為我捨己，我只想答謝你的愛，但我越是走下去，確實大點疑慮，信心不夠，求主你憐憫保守，讓我每天發現你新鮮的愛，我清早也是新的，願我對你學想都是新的，進到聖所，獻上愛我，你永永遠遠也是最好。心海，迎着恩典深海，尋回起初愛你的心跳聲，獻上呼吸，因你而活。你昔日今日永遠陪伴，深愛着我。弟兄姊妹啊，喺約翰福音4章咁樣講到，有一個撒瑪利亞嘅婦人，佢咧係一個邊緣到冇得再邊緣嘅群體，佢有好多嘅重擔被眾人所棄絕。耶穌咧親自嘅嚟去造訪佢，
除咗喺街頭巷尾嗰啲嘅被棄絕，或者有好多嘅軟弱、好多重擔嘅人之外，你哋身上面係咪都有好多重擔？就好似我當所講，或者有啲人係喺佢工作裏面，佢需要被更新，其實佢睇唔到前景。佢逐漸丟失咗喺主裏面嘅盼望，或者當中有啲人係身體嘅疾患當中，或者嘅折磨，以至到我哋對神有好多嘅懷疑，甚至可能喺我哋當中有一啲係喺屬靈嘅光景裏面。甚至乎越嚟越遠，或者喺佢哋自己嘅堂會裏面係受到好多嘅傷害。主啊，其實我哋都係嗰個撒瑪利亞嘅婦人。主啊，我哋都要我哋都需要你親自嘅嚟重訪，因為你所賜嘅係永遠不渴嘅活水。當我哋去宣告主啊，我哋喺街上面我哋去宣告你係嗰位彌賽亞嘅時候，主啊，我哋首先我哋要相信你係嗰位彌賽亞，你係嗰位願意去承擔我哋呢一啲嘅苦痛嘅嗰位主，你係嗰位願意去同我哋講係可以唔 OK 嘅主，因為我哋嘅重擔早喺你釘上十字架嘅時候，主啊，你已經為我哋承擔。唔好讓我哋而家就有一個短暫嘅時間，我哋將我哋剛剛默想到，或者我啱講嘅係你，下次你哋就去到親自嚟到同呢位認識你嘅主、認識萬人嘅主，因為賜永遠不渴嘅活水嘅主嚟到講你嘅重擔。聽得見嘅聲音，因為主願意同你講，你將呢啲都交俾我。你將呢啲重擔交俾我，因為我已經為你背負呢個十字架。清晨嗰個清早都係新嘅。
主
父神，願咧喺敬拜入邊咧，你愛咧同自由咧喺我哋心入邊咧被傳流。嗰啲過去嘅枷鎖，嗰啲過去咧嗰啲苦毒，嗰啲過去唔好嘅事情咧，主啊，你今日咧就唔可以，今日咧要釋放我哋每一個。係啊，釋放我哋每一個喺呢個愛嘅自由入邊，我哋咧甚至咧好想咧，每日嘅清早咧都經歷嗰份咧新鮮嘅愛。係啊，主，讓我哋咧每日咧喺個清早上面咧就經歷你嗰份新鮮嘅愛咧，去守望我哋呢座都市，就好似我哋今日咧所去服侍嘅，去愛嗰啲有需要嘅人。父神啊，我將我哋呢度每一個咧，都完完全全嘅交俾你，保守我哋歸家嘅腳步。當我哋今晚咧喺床上邊去回想今晚一整日嘅時候咧，我哋知道你已經與我哋同在，邀請帶我哋每一個。主多謝你，多謝你垂聽我哋眾人嘅祈禱，奉我主耶穌基督祈求，阿門。今日嘅山下和田信仰實踐行動就嚟到呢度啦。喺最後想發出3個嘅邀請，第一個咧係邀請大家可以將你由我哋頭先行動翻嚟反思、禱告、敬拜喺心裏邊嘅一啲嘅感受，繼續咧同神講，亦都去同你嘅屬靈群去分享啦。亦都可以同我分享。咁第二咧個邀請係喺我哋今日出發嘅唔同嘅物資，其實都係由唔同嘅弟兄姊妹喺之前奉獻咗俾呢一個嘅行動啦。佢哋有啲可能係曾經參與，今次嚟唔到；有啲咧係持續咁樣去服侍。如果你都有感動去到繼續嘅去參與其中，但係未必常常出現到嘅時候，可以透過奉獻。雖然我哋唔係一個體制嘅教會或者機構，但係希望你哋嘅奉獻能夠祝福到下一個透過行動一齊去參與嘅弟兄姊妹。最後一個邀請係希望咧，大家可以唔單止係身體力行嚟啦，都去將你今晚真係認識到呢啲鄰舍，佢喺你心裏面有一個嘅浮起嘅時候，有一啲嘅唔同嘅畫面。你想起佢哋嘅需要嘅時候，邀請大家可以透過時候啦，我會發出一個探訪記錄表，請大家邀請大家去將你知道頭先聽到嘅佢嘅需要都簡單記錄低，讓我哋可以有弟兄姊妹啦，喺之後我哋額外花時間會跟進，或者下一次你再嚟到嘅時候，可以去睇得返原來呢啲需要點樣喺禱告裏邊被紀念，又或者喺離開咗呢個地方點樣持續嘅同鄰舍同行。好，咁今日嘅行動就嚟到呢度，希望下個月再見到大家啦。我哋就自由可以係啦喺度繼續逗留又得，自由分享又得，食糖佢都得。